你走了之后，蒋平就混进了沈家班，到这里来采过水了。你看，仁兄，一心的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，回家纾难，跟着王爷打天下，打烂了再重建嘛。对了，你说的那4位差官什么时候能赶到？今日晚上。雅兰妹子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他喝了这个药以后，1个时辰之内就能自己把毒汁全吐干净，人也很快就能清醒的。多谢二嫂。你看，都自家人，不用那么生分的。山间古寺一壶酒，云中日月两重天，蝴蝶过墙，莲花谢瓣。你们可是朱英大人派来的？正是。在下尉迟良，见过诸位差官。在下陈进，在下白达，在下田云，在下杨进。好，这位是柳员外，你们的副首领。见过副首领。 4位差官，快请进。二嫂，燕飞怎么说，曾经也是你的师兄，他的本领你应该最清楚。这个贼子他的武功十分高强，但是好拳难敌4手，只要我们大家都一起上，不怕擒不住他。 这样，咱们大家抓紧时间行动。那个贼子燕飞，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来了，很容易逃跑。燕飞不会跑，至少眼下不会。为啥呀？因为月华在他们手里。来吃个吃。 滁州城里传来消息，今天下午州府衙门又来了一对男女。什么模样？男的身材魁伟，27、8岁，说话有些口吃。韩章，他身边有个女的，是年轻貌美。莫非是她？谁呀？我的师妹，季采花。你师妹怎么跟他们搅和在一起？现在还不好说是不是她。 等见了面才知道。2位首领，不就是几只老鼠吗？猫都被我们抓在手里了，还怕它几只老鼠翻了天去？来得正好。王爷要我们趁此机会，一定要活捉吴蜀一猫，这正是我们兄弟几个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。只要我们活捉了吴蜀， 王爷一定会大加封赏的。2位首领，请放心，我等一定会个个争先，为王爷再建新功。来，为了早日活捉吴蜀，不辜负王爷托付给我们的重任，干杯！好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酒不赖呀！哎，二啊！哎，来了，再来一场啊！好嘞，三爷您慢用。好，乖。三爷，您悠着点量喝，别喝高了。没事儿。来，兄弟，你也慢上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啊，跟前些可不一样了。以前啊，是为了守住我们家老五，现在没事儿了。你老2两口子来了，再加上我们家那母老虎看着，老五啊，现在都快成了宝贝疙瘩了。
我告诉你，现在三爷呀，我可以枕着枕头，摊开身子骨，放开肚皮喝了啊！来吧，来三爷。哎，三爷，最近怎么不见四爷呢？闭嘴！奶壶还提奶壶啊？我告诉你，别提他，一提他看见了没有？我想吐。不是，三爷您跟四爷不对付。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啊，这老四死活不让我去柳家营去抓白虎帖，为啥呀？傻呀，想不明白。我告诉你，老四啊，那是打不过这白虎帖，他怕我去了柳家营啊，抢了他的头功。这白蝴蝶，他武功十分了得。我不管他10分还是12分，我告诉你，我老心儿我就是不怕他。哎，看见我这铁锤没有？我这把儿啊，以前是檀木的。哎，前些日子被展昭给削断了。现在呀，我换了一个铁把的，专门收拾他的。哎，那三爷，您跟这白蝴蝶交过手吗？没教过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这白蝴蝶是早以前没碰见过老仙儿，要是碰见了，早就砸烂他那个沙罐罐了。那个白蝴蝶真的就在柳家营？应该，肯定在啊，肯定在。那既然如此，小人倒是有一个想法。来，门子，来，哎，来不吧，来，喂，谢谢三爷，谢谢三爷，哎，谢谢。门子，有啥好法子？说说啊，说说。您看，那个二爷他们现在在衙门里守着，四爷呢又不在。三爷，您何不悄悄的去趟柳家营，抓住那白蝴蝶，立他一大功？好，这是一个好主意。可是话说回来，那我也不认识去柳家营的道啊。只要大人愿意，小的可以带您去呀。真的？真的。来，喝。哎呀，想想都那么美。到时候咱抓住了白蝴蝶，那是头功一件啊！门子，我一准到皇帝老那儿给你要一个6品，6品不行，我就是6品。啊，给你要一个7品的带刀校尉，咋样？小人岂敢有那份妄想啊！只要三爷您升官发财，让小人跟着您在您身边做跟班随从，小人就谢天谢地谢神明了。咱小嘴巴巴的，说的挺斯文呐。来，走，接着喝。来，三爷，来我敬那个。哎呀，想想吧，7品呐。哎呦，客官，您俩2位里边歇歇脚，喝杯茶再走呗。不用了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啊，忙着挣银子呀？那这样，我这儿啊正好有2把烧漏的水壶，您受累给补。改日，我们跟人家约好了，还要赶到主人家干活呢。啊，那请问是哪家老板想请啊？柳家营东头老张家。老张家没有老张，到底哪家啊？哎，那您慢走哈，慢走。不行，你这什么身子骨那么弱呀？赶紧走吧。站住！我怕什么呀？有我徐老七在这怕什么呀？
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想从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小子，这话说反了吧？我怎么记得应该是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呀？我没反，是你反了。那就是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嘛。反了，你好好想想，要不你找找有没有明白人啊？你问问。我管他怎么说，就这意思。对，意思是这意思，可是要说的不对。小子，你这山大王让人一看就是假的。你才不像山大王呢！瞅你那破锤啊，跟纸壳胡子似的，一看就是假的嘛。小子，一看你就不识货。我告诉你，我这锤子可值钱了，我这棒可是檀木的。可惜啊，前些日子让展昭给削断了。不过现在我换了一个铁的。吹牛吧你，还展昭呢？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也不跟你争。你看你这模样，一看就是没读过书的一个粗人。我徐老三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跟你争有损我脸面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我也不跟你争，把钱拿出来。别，着什么急？着什么急？干什么事都得讲规矩，对不对？我徐老三还忘了说了呢。小子，久仰久仰，免贵姓什么呀？我是强盗山大王，我怎么能向你通名报信呢？山大王给你讲规矩啊！山大王就是不守规矩、不讲道理的。不讲规矩，我今天就不给你银子，怎么着吧？我是山大王，你信不信？你再胡搅蛮缠，我抽你！这就对了嘛！啰嗦那么多干嘛？打就打嘛！啊，来嘛，来嘛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嘛，来嘛，来噻，来！哎呦，我勒个去！哎呀，小子，就你这两下子，还想让我老徐的银子？你就不怕从姥姥家赔到舅舅家去啊？打不过你，不玩了。喂，潘老将，你怎么不追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儿老徐有事儿，不跟你玩了。怕我前面有埋伏，不敢是吧？埋伏？我告诉你，我前面真有埋伏。你要是敢追，我一定把你生擒活捉了。小子，想激老仙儿追你是吧？我谅你也不敢。哼，老四说过，江湖凶险，特别是一个人在外的时候，得多长几个心眼。别人故意让你做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做。现在故意让我追，老仙儿就不追，老仙儿不追就不追。老仙儿不追。我说你这么大人，你没有几十岁，也有几百斤呢啊！你怎么追都不敢追一下？你管我几百斤呢？你管我几百斤呢？爹妈给的自己知道，不追不追就不追。嘿，还跟我急，耍脾气也得给钱。不玩了，真不玩了啊！我走了。你老子我今天还偏不追了。你倒是给老子追啊！我都他娘的给老子出来！给我冲上去！拉倒的！哈哈，真有不知死的啊！走啊，跟老徐来办马索是吧？吃咸了吧？来吧！嗯。
干什么？放开爷爷！放开！呀！放手！别动！哈哈哈，胖龙将，你不嘚瑟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告诉我，你是干嘛的？嗯，我干嘛呢？行，你给我过来！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告诉我，他是干嘛的？敢有一句假话，我立马宰了你！哎！大爷饶命！这是我临时叫来的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哎，小子，是条汉子，给人家放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谁。那你说呀？啊？说呀？说呀！行，站稳了啊，别吓死你。爷爷，我乃是6品的带刀护卫，知道带刀护卫干嘛的吗？那是拌黄柴、吃皇粮的柴狗子，专门拿你们这些人的。我这，他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完全对。不干小人的事，饶了小人吧。行，我不杀你，滚吧。谢谢大爷。跑！他妈的！带走！是的。四哥，这次就看你的了。来，你就好好在家里养伤啊！你放心吧，五弟。为了月华，这次哪怕拼了我的命，我也愿意。四爷，你这次不辞辛苦，专门从开封府借来宝剑，等你救出月华姑娘，她一定会心存感激的。三老鼠，小二，咱上壶酒。三老鼠，果然是你呀，真可怜呐。久仰啊！莫不是你就是被我家老五打得直吐血的白胡条？是用毒镖打中锦毛鼠的白蝴蝶。那毒镖啊已经没用了。哎，我家二嫂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解药了。二嫂，这么说就是韩章的老婆了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她想知道啊？不告诉你。季赛花。哎，我没跟他说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果然是这个贱人。谁贱人？你骂谁贱人呢？你才是贱人呢！你连师母师娘都杀，你不是贱人，你是什么？住嘴！你敢骂我？你敢打三爷，你这个贱人！再骂！贱人！再骂！我家母老虎都没跟你这么打过！贱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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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贤弟，贱人！跟这种粗人没必要。就是，大首领，这货咱们还有用呢。您要是把这货打坏了，可不好拿出手啊。你们江南无属，背叛绿林，投靠官府，还敢跑到这儿来撒野？我江南无义，即使在朝廷当差，可从不欺辱老百姓。可是你们帮那狗皇帝危害江湖。老心儿，我这次来是专拿你这个淫贼的。即使无意不给朝廷当差，我们早晚要杀你淫贼！哎，贤弟，跟他论道理，丢了自己的身份。把他关到后面去。
关入水牢，跟展昭关在一起。是。走吧，动啊！30晚上大月亮，抢到起来大水缸。展昭，展昭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我给你找了个伴儿，你往旁边挪一挪，要砸出个好歹，我不负责任。老乡，是你自个儿往下跳呢，还是我给你一腿，在你屁股上来一脚？哎，你呀还别帮老薛这忙，我不领你这情儿，让老薛自个儿乐。那您请吧。展豹啊，往旁边挪挪啊，给老薛留个地方，别我下去了给你砸成肉饼啊！各位，久仰久仰啊！老薛下去。三爷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月姑娘，我来救你来了。救我？要等那老四从开封府拿来剑来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。我是怕那些贼人加害你，我是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36计走为上，我就装成了小儒家。我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哎呀，别看着了，给我弄开。这麻绳一沾水呀，费劲呐。这个徐庆，你要说他傻，还真有点傻，还傻得可爱。但你要说他机灵吗？也有那么几分。我那么引诱他，愣是不上当，而且本事也不错，特别是力气好。他一个人戳在那儿，我们2个人愣是没拉动他。江南无术能在江湖上获得这么大的名声，看来也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他们都身怀绝技，这个徐庆就会。糟糕，二位省长，怎么了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他号称穿山术，很有可能从栅栏里钻出去。快去看看，如果他还在，赶紧弄上来。好，不行。如果我们要下去，必须先放软梯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人也会落入他们手里啊。怎么办？三爷，这缝隙你能游过去吗？没问题。反正四爷那天是从这儿游过来的，想必他一定能通往庄外。放心吧，老心儿啊，我这几年在显空岛跟老四学会游泳了。行，那你一会儿就从这儿游过去。好，没问题，只要孔洞没有被封死，老心儿就能过去。我游泳行，我呀憋气憋不了多长时间。那行，反正你一会儿出去之后，就沿着水势慢慢向前走，要抬着脑袋。如果发现上面的洞变矮的话，感觉游不过去，就赶紧回来。好，放心吧。闪开点儿。干嘛？亲信部队赶紧回来啊！好，放心吧，我去找人回来救你。三爷，保重，保重。你在这儿等着啊，我一定回来救你啊。怎么这么半天没有动静？别着急。有了！转！
滚！看看他死了没？好。啊！还敢吐我！走了！诸位大人，啊，怎样？消息打探到没有？没有，而且经常和徐护卫一起的门子，这2日也不见了踪影。哦，肯定是跑出去喝酒去了。哎呀，你们是不知道，他这几天回来，每天都满身的酒气，还跟我说什么是那些个想拜他为师的铁匠师傅们请的。全城所有的铁匠铺都问过了，没有一家是要请徐护卫去当师傅的。哎，范捕头，有劳你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估计我家三哥也就是喝醉了，他只要不烂醉如泥，自己会回来的。辛苦。那诸位大人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回来，看他回来，按不揍扁了他我。好，三嫂，我觉得你啊，现在赶紧到三哥房里去看一看，万一他没有喝醉，现在正在房里睡大觉呢。啊，害得我们大家这一通找一通担心，他老人家自己说的挺开心，去看看。好，哎，还有，如果三哥没有回来，你也别着急回来。你呀，在他房间里寻个角落偷偷藏起来，等他烂醉如泥回来之后，有冷不防冲出来，一把救住他，替我们大家伙出口气，教训他啊！知道了。好嘞。五弟，我估计三哥拔车去了柳家营。我也这么想。三哥这段时间一直吵着要去柳家营捉燕飞，对，所以他背着我们，带着那个门子去探路嘛。可是燕飞这个贼子凶狠手辣，三叔他一个人斗不过他的。事不宜迟，二哥、二嫂，我们去柳家营。五弟，你和雅兰姑娘留守府衙啊。我的伤已经好了差不多了，您把雅兰也带上吧。多一个人多份力量。五弟，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啊！再说了，燕飞阴险狡诈，诡计多端，留着雅兰在旁边帮你，我心里安心的啊。那行，您把秋葵带上。也行。苍天保佑我，让我这一次在柳家庄能够抓到那贼子燕飞，报了我的这个血海深仇。三娃，你放心。抓住那贼子，我一定让他碎尸万段。二嫂，那燕飞王八蛋不光是你们家的大仇人，也是我们所有兄弟的大仇人。看他把五弟打成什么样子，你放心，他逃不了的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二哥，到时候抓住燕飞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先弄死他。但是如果条件允许，咱们暂时留他一个活口，你相信我，包大人会秉公处理的。啊，那个就这么定了啊，五弟啊，你和雅兰1个时辰之后通知反捕快，带着人来接应我们，而我们呢，天黑就走。老四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四叔小心。千万小心啊！哎呀，我没事儿，关键是把月姑娘救出来啊！你们走，赶紧解决吧。员外，什么事？有几个人过来了。什么时候？1个时辰前，听脚步声可能有3到4个人，他们速度极快，都是会轻功的练家子。要不是外面那台大黄狗叫起来啊，小的还真不知道有人经过呢。好，你马上赶回去，有什么新情况随时来报。是。吴蜀已经倾巢出动了，仁兄，这正是我们为王爷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啊！几只老鼠不足为惧，只要他们肯进，我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只是什么？我担心大批官兵会闻风而至。
仁兄放心，在没弄清虚实之前，他们断然不会出动官兵。只要我们再抓上1、2只老鼠，加上之前的一毛一数，就算他们出动官兵，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按说他们已经到了，为何迟迟不见动静？可能是在等什么吧？难道他们是想先救人，然后再动手？即便是救人，也得先进庄啊。上次那个蒋平就来过柳家营，什么都没干，就悄悄溜走了。樊江说：“难道他发现了那条河道？”月华，四爷，月华，四哥来了，四哥来了，宝剑取来了，你让开先，我来看。有情况吗？没有。你们俩这边，你们俩那边。兄弟们，盯紧了啊！是，好，还有一根，马上好啊！把杠偷开，快去拿弓箭。是。等等，别动，上面好像有动静。不管他。小心啊！有人，快射箭！小心！我死了！我来了！快滚！走！闪开！你这……报告员外，外面有人受伤了。走去看看。你们继续射。是。七赛花儿。月华，我这有些不太雅观，我去换个衣服啊。去吧。你等着我。哎，月妹妹，你从哪儿钻出来的呀？水牢里面。老四呢？他要换衣服。月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你们总算来了啊！不过你们来晚了，我翻江鼠一出马，月华就给救出来了。哎，三爷呢？他没跟你们一起吗？哎呀，提起这个臭老仙儿，我就是一肚子的气。这回啊，又不知道跑到哪里躲着喝酒去了。我这好几天都见不着人。等俺抓住他呀，非要揍死他。他没回去找你们？啥？等会儿，你见过他？前几天他到水牢里面要救我，我让他先从栏杆里出去了。老仙儿也来过这儿？没有见过他呀。哎呀，不好，八成三哥也去救你去了，而且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被他们抓住了。你这么肯定？
你不知道，我们刚一露头就遭到他们的攻击，这证明他们是早有准备啊！不知道展昭被他们救没救出去。不管他救没救出去，我们都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就算展昭被救走了，我们的手里还有个徐庆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去救徐庆啊？哼，救徐庆可不比救展昭，他们必须得进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再守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撤回去，按照原来的指派，守好各自的地盘。是，撤。哎，兄弟，你们这儿伙食怎么样？放心吧，饿不着你。员外，御史大人。员外，御史大人。有没有什么人来过？没有。把门窗都给我关好。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除了御史大人和我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如果有人强行闯入的话，先杀了他。小人明白。这个人会缩骨功，一定要严加看管，小心他逃脱。用的是法式泡椒的牛皮筋，他跑不掉。那也不能大意。是。哎！教姑位，火把熄了，都快把火把熄了！快把火把都熄了！听好了啊，待会儿你带着这些人，悄无声息的给我把那个庄子给围起来。是，快跟我走，小心啊！二哥，现在我们的商量已经上了。哎，秋葵呢？秋葵怎么不见了？秋葵不是跟你在一起的吗？会不会他听说三爷被困在里面，他去救他了？有人没有？出来个人答话呀！有人没有？出来个人！干什么的？俺要找徐老仙儿。你是哪位？俺是他老婆，未婚的。哟，三嫂啊！啊！三哥正在里边好吃好喝着呢。不可能！把俺家徐老仙儿放出来！三嫂，真不巧，三哥在里边已经喝多躺下了。你要是敢骗俺，俺就一棍子抽了你的砂罐！把门打开，俺自己进去叫他。快给三嫂开门！大人，又怎么了？小人带着人刚刚接近庄院，就听见院门之内传来打斗之声。什么人？小人不知。小人按照大人的吩咐，根本没敢接近目标。但是小人刚走不久，打斗声又没有了。那你见没见人出来？没有。老实点儿！你们用这沾了水的牛筋儿捆着老心儿，老心儿倒想动呢，我动得了吗？我？哎呀！走，走，五老虎！哎，臭老仙儿，你怎么躲在这儿啊？让俺一度好找呢你！哎，你也被他们弄进来了？那俺先问的你，你咋不回答俺呢？你看这话说的，咱们得按先来后到，男尊女卑呀。